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嘅第77集嘅 C0教學啊！咁我哋今日開始之前呢，首先我都想介紹下自己先啦。咁我個名就叫做 Jackie 啊，我就喺 C0部署裏面其中一位成員啦。咁其實如果有啲朋友嚟過我哋啲講座啊，或者都會認得我嘅。咁講一講翻自己少少嘅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實我之前呢都喺兩間投資銀行做過啦。咁呢兩間投資銀行所做嘅工作呢，都主要係分析員啦。咁其實嚟 C0都大概而家有差唔多3年咁耐啊 ，OK。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啲活動啦，同埋都喜歡我哋嘅部署同埋嘅分析咁嘅 ，OK。咁今日呢，我想同大家講呢，第一個 topic 呢，就係想講關於少少嘅 GDP 啊 ，OK。咁大家其實喺新聞啊、報章啊，或者成日都聽到呢有3個英文字啊。咁其實有冇諗過點樣計算出嚟呢？咁同埋而家啲好多人都講到中國有呢個 GDP 呢個增長嘅問題啊。咁我哋今日都會睇下呢個增長問題其實係咪真係咁嚴重啊 ？OK。係。咁我第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呢，就係講一講 GDP 呢，其實係stand fo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啦，咁中文呢就叫做國內生產總值啊。咁佢嘅意思係咩呢？就係一個國家喺一段時間呢，用佢哋現在嘅市場價計算佢哋總括嘅生產啦、生產品啦同埋嘅服務夾埋一齊嘅。咁其實係一個國家都幾重要嘅數據嚟嘅。咁而家大陸嚟講呢，係全世界排名第2嘅。咁好多朋友都話：咁點解中國排名第2？但係講緊仲係嗰個生活指數同好多國家，例如加拿大好、澳洲好，都爭咁遠呢。咁其實 GDP 呢唔係我嚟睇一個國家嘅生活水平嘅 ，OK。最主要係睇一個國家成個點樣睇佢個經濟嗰個進度啦 ，OK。咁如果講翻中國點樣計算佢哋嘅生活水平呢？咁會用另外一個會更加準咯，就係講緊叫 GDP per capita。咁英文呢，中文呢就係講緊叫人均生產總值啊 ，OK。咁點計出嚟呢？就係用 GDP 嘅一個總和啦，除翻一個國家嘅人口啊。咁如果咁樣計嚟講呢，中國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呢係排第93位嘅啫。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嗰啲就會合理多少少啦 ，OK。咁如果我哋點樣計算嗰個 GDP 出嚟呢？咁以下呢個圖呢就會有少少解釋啦。咁第一呢，大家會見到有4個英文字母嘅。咁第一就叫做 C 啦，第二就係 G， 之後就 I 同埋 NX 啊 ，OK。咁想講一講呢，第一個就係 C 啦 ，C 就 stand for consumption 啊，即係消費啊。咁每一個國家有任何消費呢，當然亦都會令到個 GDP 增長啦。咁例如喺一個國家買件衫好，或者買啲食物好，咁都會計落嗰個C，即係消費度嘅。咁第二啦就係G 啦 ，G 就係政府嘅撥款出嚟嘅金錢啦。咁其實一年政府都用好多錢我嚟擺落嗰個經濟度嘅。咁中國為例，好咁講啦，其實中國上年呢，佢哋嘅政府嘅支出呢，係佔佢哋嘅 GDP 有20% 咁高啊。所以點解啲人成日都要睇政府嗰個政策嚟判斷一個國家嘅經濟呢？其實就係咁解啦，20%。OK， 第三啦就係講緊 I 啦 ，I 就 stand for investment， 即係投資啦。咁投資大家其實都應該比較認識多少少啦，就係講關於譬如投資股票好，或者自己創業好，都會計落呢個 I 嘅 investment 度嘅。咁當然 I 上升嘅時候呢，會令到個經濟越嚟越好啦，咁 GDP 就會越嚟越升啦。OK， 最後第4個因素呢，就係叫 NX 啊。咁點樣計 NX 出嚟呢？其實就係用2個英文字 X 同 M， 英文就係 stand for export 同 import 啦，即係出口同進口啦。咁呢個關係呢，就係用出口如果增長呢，就會令到大家都見到 GDP 會上升啦。但係如果進口上升呢，反而調翻轉會令到 GDP 降低嘅。OK，咁點解呢？好簡單啦。咁當一個國家出口嘅時候呢，即係
賣佢哋啲貨品出嚟，咁賣咗啲貨品自然金錢會流入佢哋個經濟啦，咁 GDP 自然上升啦。調翻轉，如果國家嘅市民用佢哋嘅錢買一個人哋國家出口嘅產品呢，咁變咗啲錢會流翻入人哋個國家，所以令到 GDP 我哋嘅 GDP 咪會減低咯。所以呢個關係呢就叫做 NX 啊 ，OK。咁呢一個呢，其實就係都有讀經濟學嘅朋友呢都知道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方式嚟嘅。咁其實呢一個雖然係比較簡單啲，但係其實都係暫時仲係最常用嘅一個計算 GDP 嘅方法啦。OK，咁最後咧，想同大家想講一講咧，就係講緊頭先我哋都講過嗰個中國嗰個 GDP 增長嘅問題啦。咁大家都會睇到一個圖咧，就係呢幾年 GDP 個走勢啦。咁其實睇一睇咧，由2008嗰個低位咧，即係金融海嘯開始嘅6.2嘅 GDP 增長咧，咁都升幅升到上翻2010、2011年嘅高位啊，咁都有差唔多挨近12% 嘅。咁其實咧，大家都睇到啊，由嗰個高位咧都回落翻到大概7.7%嘅。咁其實都唔怪得好多投資者都開始睇淡呢一個經濟呢一個國家嘅。咁但係其實係咪咁嘅？咁大家都要唔記得咧，就係2011同2010年嗰陣時咧，中國嗰個最主要嘅政策咧，唔係要改善佢哋嗰個經濟嘅增長咧。係要 make sure 佢哋嗰個最大嘅問題呢，就係通脹嘅問題啦。咁其實嗰陣時雖然增長好高，但係通脹一樣係咁高啊。咁大家都知道，如果經濟係冇可能維持到呢一個高嘅增長，如果唔改善翻一個通脹嘅問題呢，個問題會好易越嚟越大，咁甚至會令到一個經濟會崩潰添啊！咁所以睇一睇翻呢，如果下一個圖呢，就 show 到中國依過去幾年嗰個inflation 嗰個問題啦。咁大家係睇翻呢，頭先我哋都所講啦，最大問題就係2010、2011年嗰個位啦。咁高位其實企6% 以上㗎，其實都係幾危險啊！所以我都同大家講頭先，就係中國嗰個政策嗰陣時咧，唔係想令到嗰個國家增長繼續高，係令到佢哋呢個通脹嘅問題改善啊！咁其實大家都睇翻啦，2年嚟咧，呢個通脹問題都改善啦。咁而家咧都跌到大概2% 水平，即係都係非常健康嘅一個水平嚟講嘅。咁所以雖然 GDP 係由11.9跌到落而家8都冇啊，咁但係其實當通脹嗰個問題可以改善呢，咁其實中國其實嚟緊呢係對個經濟係仲好啲添嘅。OK， 咁但係換言為之，中國始終都仲係有7.7，而家講緊7.5% 左右啦。但係其實睇翻好多其他國家，例如美國好、日本好，講緊佢哋個 GDP 增長呢，每年只不過係得1至3%，同中國嗰個仲差得好遠。但係睇翻佢哋個股市啦，雖然日本呢排係嘅波幅高啲，但係其實兩個股市今年嚟講都升得算係都幾犀利嘅。咁尤其是美國添啦，美國已經創歷史新高啦。咁但係美國個經濟當然係佢有個政府印銀紙去救啦，所以令到個股市都升啦。咁但係所以所講呢，單憑睇 GDP 呢係唔係可以判斷到一個國家嘅股市嘅升或者跌幅啦。但係其實都可以睇翻一個最基本嘅指數因素，睇下一個國家嗰個經濟係上升啊同埋下跌嘅。OK， 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第一次錄呢個 video 啦，咁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啦。OK，thank you，拜拜。